咁喺每一個角色扮演嘅頁面之後咧，都會有一個可以有6格選擇嘅版面啦。咁選擇嘅次序咧係由老師自己定嘅。例如而家想撳行為先嘅話咧，就可以喺行為嘅圖片任何一個地方度撳一下，就會自動跳到去講關於行為嘅頁面。咁當老師講就完呢版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去翻左下角藍色箭嘴撳返回，再次去翻呢個6格嘅選擇版面。咁如果老師咧想繼續去跳住講其他唔同嘅格仔嘅話咧，就要撳翻相應格仔圖片入邊嘅任何一個地方。例如而家可以撳期待，撳入去之後就會跳到期待嘅版面，當中可能會有一啲問答啦，或者可以剔嘅選項。咁老師喺等學生答完之後咧，撳一下就會顯示答案。咁一樣用完呢個頁面之後咧，可以撳翻左下角藍色箭嘴返回。咁當老師講晒6格之後咧，就可以去到右下角嘅橙色箭嘴撳下一頁，然後進行課堂嘅其他環節。咁一樣嘅，進行呢啲環節嘅時候咧，去到關於角色扮演嘅頁面，下一頁就會有呢個6格嘅選擇版面㗎啦。